你有本事你给早点说嘛！你给狮子会，哎呦，我上分，你给我男人打个哪一？你耍什么老鸡？你要是有钱，你钱你没得我多，我跟你讲。你耍老鸡，你想听那个耍，我又不会输你。你去给我男人打哪一？你耍哪一啊？而且我操，我认不得，我认得。那我万一我打了以后听我老公用呢？那哪一他会不跟我生活呢？我要说个哪一呢？你不过了。哦，我就喜欢耍。下面画个人家的。我就喜欢耍个吃子粉，懂不？我就是想帮吃子粉。那现在你年纪大了，你快点休息了，我们上了呢。我年纪大，我多大？你跟我比哪呀？比脸大没事比，身材没事比哪？老子哪样都有，你有哪？一样都比得你大嘛。是。对了嘛，你连鸡都不会叫，你跟后面的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。有些的粉丝嘛，一口脏话，东拉西北分不清。我总有脏话啦。不是吗？家人们，你们说一下，后面只不过是装一下路嘞。但是我没有拿脏话说你啊。你说啊，你说垃圾，不说垃圾，你说来嘛，打嘛，那不是那不西上，没人要。鬼火的很，我跟你讲，耍老鸡啊！你什么东西？你怕是你身边的人怕是拱你拱多掉，我突然想着份，你怕是不耍嘛？你说你耍什么东西嘛？你不就是都是啦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人。你是东西吗？你是你，我不是东西。阿姨的啊，然后我也去你那家那里吃过你几顿饭。我说兰姐，我回去了啊，然后你自己要保重自己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